潛水快線點樣嚟？等我哋帶你去啦！首先由尖沙咀或者尖東站出發，前往 N1 出口。Follow me, follow me。N1 出口出嚟之後，過對面等紅綠燈。你睇下我哋等得幾乖。呢度就係尖沙咀中福大廈啦。落燈之後就行過對面 ，keep 住行去中福大廈嘅位置。見到個水牌有我哋個名，證明你冇去錯地方。搭 lift 撳9樓就到啦。Welcome to Diving Express。門口左手邊已經見到好多潛水小飾物、小配件，亦都有好多現貨嘅毛巾衣、防曬衣俾大家揀。你睇，幾好睇嘅。水攝愛好者必睇嘅影相配件，成埲牆都係嘅 regulator， 連配件全部都有齊。吹得又打得嘅潛水杖，有超多唔同牌子類型嘅 fin 同 mask 俾大家揀。自由潛產品全部都勁靚，全部都係水攝產品同器材。呢度有超多潛水電腦錶俾你揀，一定有一款啱。Trust me， 所有水底識發光嘅嘢呢度全部都有齊。我係講緊呢啲燈 ，VCD 全部 all in 俾你睇。小姐有少少鹹濕啊吓。唔係講笑，呢度啲 wetsuit 真係多到有少少誇張，兩個鏡頭都完全影唔晒。仲有 dry bag 潛水篋，包羅萬有嘅潛水小配件，保暖又保護雙手嘅潛水手套有超多，鋪頭當然唔少得有課室啦。睇完啦，我哋下條片再見。